走到20嘅男新年，60嘅查冇到70分鐘被搞拆穿，自殺吉、理解吉、劍吉、劍單都有，都係被雕年到710%左右。嗰兩年人陣就最東品啊，一個減少個人工成本。第二個稅啊，冧得比較近溫重足，每日被個破絲嘅影響還被用人工冧稅都好。我花槍大概有10萬嘛，都冇走到1年之後，到我個例子接受嚟做啊。我最好買嗰品種係理吉，基本上係年尾段時間係最忙嘅，到清明前一鋪年間。經歷3年之後而上市銷售啊，第一年我做假接，然後第二年就種苗，第3年就係卡果。技術工嘅話，我個係喺阿奶奶阿叔啊老嘅前輩學習嘅，喺樂齊做技術工，由咪冰開到喺樂器處理嘅會，做到會真到喺不停嘅學習嘅。